伊若提去就是转去啊。天顶的哦。对。哦。伊就是坐船。你明仔载啦，还来过柳呢？五六呀，大天年。大天年系啊，过柳呀，大天年。啊，今仔是15呢。今日已经算16啦。咱送先啦，换你面接过啊。哦，是哦，今年才送啊，才柳呀，大天年遐接的哦。啊，因带地接。因家己基因的，因家己基因，家己会讲因事情啊，甲因的所在，因家己基因，家己会。敢袂是去咧开路，迄个开到一个坡骨那边啊？你别人家问伊就该报啊。路东迄边。你别人家问伊就啥物时间，伊就该报啊。因为你消防船以前拢爱开路。无，毋是消防船，因去接王灯啊。哦，接王灯。消防船对啊，做一道消防船啊。咱遮会知啊，就是。接王，迎上王。哦，迎上王是。哦，讲听着声呢。哦，听着声。是。哦。啊，遐在，遐是在遐光安尼。遐是啥物庙？迄个位是啥物庙？遐敢会大天宫？毋是。伊遐火烧店。火烧店有庙，这大天宫。敢是？火烧店已经。火烧店敢大天宫？火烧店已经从头庙三庙。大天宫啊，是。伫咧吴建华先生因的老厝南边呀。大天宫啊。哦，谢，感恩啊。哦，这送王的仪式的对先叫顶头，已经哦，正头前也出来啊。啊，那路线敢若行迄复兴路啊，咱到交通台，当个是新进路呢。嘿啊，新进路。行新进路，到2摆。新进路当个就。嘿啊。是吼，啊，这规经过新营休闲谷迄头前遐呢。有。是，感恩。都是咱从这行到休闲谷呀，对休闲谷这条。这条路入啊，伊迄这啥物路名？这条。路名。这个兴隆街。兴隆街，好，安尼无较凉早去到遐迎接敢好？啊，到遮安尼等敢好？无，而且爬行咧行较慢咯，你翕较详细。哦，感恩。迄爬行咧行较无遐久无。